位於台南南區平潭路的黃金海岸，伊就是當地熱門的散步加欣賞黃昏美景的好所在。不過因為沙灘流失的危機，中央第一期3億元將分3檔項目來守護海岸。其中擁有美麗海岸線的陣屋，嘛因為長期委外經營無順利，一直到去年11月底，新的營運團隊才接手完成點交，預計今年4月1號正式對外營運。對此議會建設委員會6號的前往黃金海岸藍帶公園，主要在地方的頂前達成沙灘詳細設施，先暫緩收費的共識。經期待陣屋這擺一定要活化中心。過程中，有很多地方現在已經就是包括我們船屋也委外了。我們希望這次委外真的是一個成功的案子。我希望那成功，因為他委外的過程中，過去已經都失敗了。這一次我們期待他一定要成功，我們也會盡力的協助他。第二點，今天我們也來到這個地方，也就因為水資源是不是會被再一次的浪費啊？所以我們也希望相關單位做好管理。對此，市府觀光旅遊團隊嘛真有信心，112年開始就將對海岸藍帶規劃進行改善，加上中央海洋委員會支持，建設全國第一座 AI 智慧海灘，將安全科技管理全面升級，希望一步一步打造台版邁阿密海灘的目標。船屋委外之後，在4月1號如果正式營運，這個有關夜間會營運到這個隔日翌日的凌晨3到4點，那有這個餐廳，有吃的，然後有這個觀海景的這個頂樓區，然後還有這個戶外的用餐區，然後還有裡面的一些親子的這個遊樂區，還有這些社區互動的這個互動區哈。我想這個整個活動還有設施都完備的前提之下，我相信這個黃金海岸身為台南的邁阿密，應該是指日可待。經過沙灘流失的危機，委外營運的坎坎坷坷以後，新的一檔黃金海岸在大家祝福聲中將脫胎換骨，成為遊客觀光打卡的熱點。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。